鬼係梵文 pataha 嘅音譯，亦可以譯作餓鬼。佛教認為人死之後精靈不滅，喺749日之內，呢種精靈叫做中陰身。通常49日內會隨住前生嘅善業或者惡業投胎六道之中，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羅道、地獄道、餓鬼道同畜生道嘅。所以餓鬼道係六道之一。鬼嘅種類係好多嘅，好似夜叉羅剎有神通可以害人，而通常餓鬼時常係受飢渴嘅煎熬嘅。據佛經講，凡係屋宅街道、市場幽塚都有鬼神嘅，甚至江河樹木亦有鬼神棲息。而最下劣嘅呢，就係餓鬼啦。人對鬼嘅畏懼，一方面係因為鬼無孔不入、無處不有，而且有神通；另一方面，某些鬼確實係可以害人嘅，害人嘅鬼稱為鬼魅。山澤林中嘅鬼稱為離魅魍魎嘅，俾鬼纏繞住係好難甩身嘅。俗語話：請神容易，送神難，送走鬼就更難啦。所以奉勸各位唔好隨便揾靈媒問醒，或者希望自己做靈媒，或者期望同鬼打交道。最好敬而遠之，一旦俾鬼纏住，係好難送走嘅。喺《經律義相》一書裏邊記載，有一則鬼鞭其屍嘅傳說。有一鬼魂自己手執皮鞭，鞭自己嘅死屍，後來現咗形俾一個旁人睇到，旁人就問啦：呢個人已經死咗啦，點解仲要鞭打佢嘅屍體呢？鬼就答啦：呢具死屍係我以前嘅身體，做咗好多惡事，偷盜欺詐、邪淫妄語，不孝父母，不顧兄弟，慳財不肯布施，而家死咗，令我墮入鬼道，受飢渴同埋衣不蔽體嘅痛苦。我恨透佢，所以要翻嚟鞭打佢，以泄心頭之恨。睇嚟鬼不單止要報復仇家，甚至連自己嘅屍體亦唔放過，真係可怕啦。鬼雖然可怕，但係唔會無緣無故去騷擾人或者害人嘅，大概亦有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嘅宗旨。所以民間有句俗語：冇做虧心事，不怕鬼敲門。其實鬼係好怕陽氣嘅，係好虛弱嘅。多數嘅鬼只敢喺夜間行動，餓鬼係要靠人而生活嘅。如果冇人施食，就會受飢渴嘅痛苦。所以佛門慈悲，每日做晚課都會放蒙山施食法儀，念辨識真言，以食物布施俾餓鬼飲用嘅。